一個位吧。長話對下未見講的繞身了一下，感覺到了嗎？感覺到了嗎？感覺到了嗎？我覺得你相近之下，搖搖動動也趁裂開釋出了煙霞。天氣好了嗎？風向講了嗎？即使講了嗎？這個好不都見得吧？連臨陷落但我幾因總可以優化。再過一世吧，開了一晚花，爽了一面花，都想一個好結果吧。茫然落下長流歷史的一剎光華，其實這個我在無處真的已久，等得也很久。我知我等到花季，只要等到花季，後半即將到手。無形我仍夢見終於破造，慢慢步上枝頭，佢側伏地下沒了太假。就算是一生一次花見，總算給我一個等的理由，並非非要風雪造就。若往日春分秋節給我自讓，今晚對我受一受，百將出世誰亦要優走。都錯好了嗎？